上次講到我讀獸醫讀唔到，就翻香港之後決定過嚟台灣讀書。其實我喺細新讀新聞系，我覺得4年喺台灣嘅大學生活係好開心。翻到香港就諗緊做啲咩，我完全諗唔到做啲咩，因為我讀完之後咧，其實我想講嗰啲同學好多讀完新聞系之後都唔會想留喺呢一個嘅產業入邊。咁是但啦，考下公務員啦。嗰陣時咧，其實我係報咗警察同埋入境先嘅，但係咧，其實我係想做海關嘅，海關有緝毒權啊嘛。interview 就好快啦，我係 in 咗警察先嘅，我入咗已經成功考咗入去噶。咁但係咧，我嘅朋友極力叫我唔好做警察係啊，跟住我就冇做警察啦。跟住就入境又收咗，咁咪入咗入境咯。其實我一開始嘅生涯規劃咧，40幾歲差唔多退休，轉啲儲咗一大筆錢，但係知好多政治因素社會風氣，我都好驚台灣會好快改一啲政策。咁對於我哋曾經喺台灣讀過書攞到永居或者身份證呢樣嘢係相對上係比較容易，所以我就覺得30歲之前快啲嗱搞樣，決定辭職。其實本身就係一切都冇咁快嘅，如果唔係咁啱嘅，我都唔會遇到阿普。你個樣好得戚喎，普都唔中意我噶，我想講啲嘢，佢係唔中意我噶。